大家好，我係雞蛋仔頻道嘅阿蛋，今日同各位講下75歲嘅李龍基同39歲王青霞 Chris 嗰段長達14年嘅爺孫戀，終於大結局。但呢個結局絕對係一個震撼彈，原來基哥一直懵盛盛做咗第三者㗎。今日我就綜合香港01、星島日報、AM730等多間傳媒嘅最新報導，同大家一齊剝開晒呢段關係嘅驚人內幕。觸發成件事爆煲嘅就係2025年冬至嗰餐飯，有 YouTuber 導遊哥哥 Hugo 拍到位於佛山嘅片段，見到王青霞同一位陳姓男士以及王媽媽三人有講有笑食冬至飯，場面溫馨。最關鍵係有證據顯示呢位陳姓男士正係王青霞喺2007年就已經登記結婚嘅合法丈夫，而兩人更育有一個2009年出世已經16歲嘅兒仔。咁當星島頭條將呢一段片攞俾李龍基睇嘅時候，基哥兩度掩面喊出嚟，佢好傷心咁話：我冬至嗰晚一睇到呢個影片，其實我嘅震撼性係好大，我好傷心。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呢餐冬至飯等於將殘酷嘅真相擺喺眼前，令佢冇得再逃避。基哥平靜但心痛咁向傳媒證實，同王青霞嘅關係已經徹底玩完，我經已放低晒，冇嘢啦，完咗啦。基哥形容自己係成人之美，見到對方有家庭咁幸福，知道咁樣係啱嘅。佢更加坦然承認咗自己喺呢段三角關係中嘅尷尬位置，一切明白，我係第三者啦，祝佢哋幸福。不過咧，佢多次強調自己係不知者不罪嘅，事前對王青霞已婚嘅事完全唔知情，所以堅決拒絕向王青霞嘅丈夫同兒子道歉。7年心情原來係被台婚，基哥自爆高調生活背後嘅疑惑。大家可能會問，一齊咗咁多年，點會完全唔知？李龍基接受娛樂山專訪嘅時候就首度詳細剖白心路歷程。佢同王青霞自2011年結識之後愛火重燃，到2018年之後正式一齊生活，關係一直非常之高調。咁高調，點解個老公從來唔出現呢？呢個問題連基哥自己都好困惑。佢話咁多年我哋好高調咁生活，點解佢老公唔嚟揾我哋？老實講，如果佢老公嚟揾我，或者同我講聲，我就知佢真係有老公啦。但係冇，就係因為對方丈夫從來冇現身或者聯絡，令基哥深信對方段婚姻早已名存實亡，甚至認為王青霞係因為喺老公身上揾唔到愛，先會同自己一齊。咁王青霞點解釋呢個老公嘅存在呢？據基哥轉述，王青霞解釋佢哋2007年結婚，但係2009年就已經因為某啲大事分開，王青霞更飛去美國。至於點解冬至又會一齊食飯呢？王青霞嘅解釋係呢位陳姓丈夫一直喺佢父親間工廠做嘢，而且職位好高，幫咗間廠好大忙，所以出於生意同家庭禮貌，冬至一定要請佢食飯。件事爆出之後，有唔少網民唔係同情基哥，反而嘲笑佢係計算機，懷疑佢一早部署好，等王青霞出獄之後再踢爆對方，等自己可以甩身。咁對於呢個指控呢，李龍基接受點新聞訪問嘅時候就顯得非常激動同委屈啦。佢逐一數出自己為呢段感情付出咗幾多。首先係為咗同王青霞一齊同第二任妻子離婚，並將名下7層樓全數轉俾前妻，自己淨身出戶。呢一點佢特別澄清，之前媒體報道將7層樓送俾未婚妻係斷章取義，物業一直係轉俾前妻，而唔係王青霞。其次係金錢同精神上嘅巨大付出。基哥自爆，為咗幫王青霞處理之前因逾期居留、使用虛假文書等罪名惹上官非，佢請咗2位資深大律師同3位普通律師，前後使咗幾十萬律師費。付出咁多，換嚟計算機個花名。佢無奈咁話：咁你哋真係睇錯咗，我真係一個好失敗嘅計算機。佢仲再三強調，王青霞完全唔係貪我錢。兩人生活時，佢只係放1萬幾千喺屋企俾對方買餸使費，對方從來冇主動要求過名牌手袋等貴重物品。更驚人嘅係，李龍基喺訪問中首次自揭，
原來當初執法部門上門拉黃青霞嘅時候，自己都一齊被捕。基哥回憶當時情況，我好記得我哋一齊返到屋企之後，有人拍門，之後有5個男士入嚟，跟住表明身份，我哋係入境處，我都係俾人拉咗，佢懷疑自己涉嫌隱瞞事實，之後要簽保守行為2年，每隔3個月就要去簽保1次。佢話最終因為執法部門揾唔到證據證明佢知情或合謀，先至撤銷控罪，連1000蚊擔保費都拎得返啦。呢段經歷亦都證明咗佢並非如網絡傳聞所講，係自己報串舉報黃青霞，然後返內地避風頭。就算真相殘酷，但付出咗7年嘅感情，邊有咁易放低？基哥坦言都未曾完全可以放得低，因為太深厚啦，真係太深愛佢。佢話最近聽到某啲歌都會喊，為咗走出情傷，佢已經掉晒黃青霞留低嘅衫褲鞋襪，連對方畫嘅畫作都掉埋，免得眼冤。黃青霞呢，其實都有傳訊息關心佢，叫佢可以傷心，但係唔好消瘦。基哥談起對方，語氣依然有愛，亦有無奈。佢甚至自嘲係你龍珠，我先至係豬，你龍珠啊！被問到係咪仍然當對方係心愛嘅豬豬，基哥肯定咁話愛佢係真。不過對於將來會唔會再開展新嘅爺孫戀，曾經話過唔想再拍拖嘅基哥，口風又有少少鬆動，笑言世事多變，此時此刻冇，但聽日就唔知道。聽完成件事，真係覺得人生如戲，一段高調嘅爺孫戀，最終以一個咁戲劇性嘅方式落幕。李龍基嘅遭遇令人同情，佢嘅心情同付出，亦睇到好多人眼濕濕。但係另一方面，事件中嘅謊言同隱瞞，亦值得令人反思。無論如何，希望基哥可以真真正正放低，開心過日子啦。今集雞蛋仔頻道就到呢度，我係阿蛋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，拜拜。